所以一啲簡單嘅健康指數咧，就可以譬如透過手錶，又或者透過個血壓計，甚至而家有啲嘅磅重機，即係以前磅重就好簡單嘅啫嘛，個磅起上去咯，有啲針打嗰啲啦。而家唔係一啲電子磅咧，除咗話個磅數之外啊，睇多少少嘅，即係例如係降血率啦，同埋嗰個體脂肪嘅比例嘅，即係大家約莫譬如20%、30%、幾咁就脂肪咁樣減肥。其實超標咧就都要控制下脂肪，未必會正正正比較高嘅。我成日磅極都138。同埋而家用嗰啲嘅針頭咧，都係直氣㗎啦，咁所以就吉一下就掉一支嘅。呢個係啦，但係你篤完嘅手指之後，要撳住佢㗎，係一個傷口嚟嘅。嗱，我哋有呢方指數，咁因為一般嘅朋友仔，甚至阿飛虎自己都係咁覺得啦，即係譬如膽固醇係即係控制血脂嗰方面嘅警覺性要提高啦，即係都覺得佢會失血管啦，即係驚膽固醇失血管嘅啫咁。咁但係原來最近咧就寫咗篇文咧，希望呢個膽固醇降低嘅健康非常之關鍵。就咁開始顧啦，膽固醇咧係將來洗腎嘅機會係高嘅。咁啊洗腎，我以為老人家要打定洗腎嘅。一來就機能退化啦，二來咧食得比較多嘅咧就係出現嗰個鹽嘅攝取量啊嘛，就話唔好食咁濃咧，特別係鹹嘅食咁鹹，唔好食咁鹹，唔好食咁比較大機會咧係要行洗腎嘅嗰條路嘅，咁好多老友記都知㗎啦。其實一旦開始要洗腎呢件事咧，就令人好頭痛㗎啦。一來又貴啦，二來又麻煩啦，自己又辛苦啦。我見嗰陣時嘅禮拜2入醫院，禮拜3今日出嚟禮拜4瞓覺，禮拜5先見得我哋。咁啱啱見一次，佢要做佢第2次啦，係㗎，所以就係啦。所以咧，而家啲專家都出嚟溫馨提示，就話可以避免。咁你一個同樣啲組織一例如或者文字啲組織嚟講話，我個成日就有啲我跟上啲講，我哋佢大學都大神就係可以自己自發嘅，係咪好抵先？我覺得我已經用咁樣嘢，就可以用到呢方面啦。我諗啊，俾我用多20年我都做唔到嘅，有起碼腎臟可以個人健康先講，報得一隻股嘅人工智能係上月用嘅係點計嘅？就話一啲高血脂嘅患者，即係大家見血脂啊，即係膽固醇啦，血脂比較高嘅一啲患者啦，例如話呢個慢性腎臟病嘅風險咧，比起一般人係增加咗近40%。即係如果大家控制嗰個壞嘅膽固醇，原來用呢啲慢性腎臟病嘅風險。